先啊，若拄着代志吼，喙齿棍着家己按，代志总会做咧解决。先生，全面就是香港咯。人生的路，誰可知道？讓我雙手去創造，曾經失落，曾經苦惱，但也可自豪。當每步回首的一剎，鋪滿路途有幾個彎，心裏夢和想光輝最耀眼，看印記無限。成長故事，來細數深刻往事，從不變的心志，來編寫這一生意義。陽光注視，月光也深深注視，時光印記的心意，是祝福，是愛的意義。仲考慮啲乜嘢啊？人哋銀行答應咗請你啦。比起高薪厚職，留喺福建中學度教書，我覺得更加有意義。各位，我有一個好消息要宣佈，商會已經決定購入渣華道地皮，自建校舍。人生的路，誰可知道？讓我雙手去創造，曾經失落，曾經苦惱，但也可自豪。當每步回首的一剎，鋪滿路途有幾個彎，心裏夢和想光輝最耀眼，看印記無限。成長故事，來細數深刻往事，從不變的心志，來編寫這一生意義。陽光注視，月光也深深注視，時光印記的心意，是祝福，是愛的意義。面對未來幾許風雨時，面對着重新開始，是